後來繼續來看台北市信義區一間密室逃脫的工作室，15號發生着命案，一個女員工扮作釣豆鬼，不幸互鎖算死，家屬到單也無法度接受。死者媽媽佇查囝頭七這天第一屆來現身，這媽媽流着目屎來指控，講兩位負責人無咧顧人命，但是竟然敢若用10萬甲30萬就來交保，這個裁定傷輕咯。媽媽竟更加來指控着負責人私底下甲員工討論涉嫌串口經。我的孩子在母親節離開我了。未來每一年的母親節啊，不可能完整。講到心肝寶貝的目屎死淋水，伊是密室逃脫往生的姓吳女員工的老母，佇因查某囝頭七這日天頭一擺公開為查某囝發聲。很多證據可能正在消失，但檢察官只用30萬交保。今天如果沒有輿論，我女兒是不是白白死掉了？我女兒被對待愛的職場勒出一道很深很深的勒痕。那是我心中永遠的痛。檢察官什麼時候還我女兒一個公道？先生嘛無想到講，因查某囝只是去做散工就無命。台北市信義區這間密室逃脫的工作室發生命案了後，姓黃的店長10萬交保，負責人30萬交保。不過這個裁定家屬未當接受，更加指控講因涉嫌甲在野員工串口經。在目前的偵查程序中，懇請檢察官盡可能的保全相關正在流失、正在被滅證的證據。懇請檢察官密切注意本案是否有如此的情況。機關暗中危險，員工有反映幾下擺來看對話截圖。有員工講，這釣豆的鎖敢會當換一個較大的箍啊？講唔那一擺險啊死佇內底。負責人看到了後講 ，Oh my god！ 按領話，也不過無去處理。我之前就是在執行上吊的環節的時候，那我就是當場失去意識。後來我就反映給正職員工，但是後來就不了了之這樣子。過去的同事攏掛姓吳死者親手畫喙暗，家屬嘛唔願輕輕放下，希望說來繼續為伊討回公道。Hello， 我是蔣新梅。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